继续来看南投县埔里镇公所处理得要满钱的粪扫，是甲这个粪扫包包咧，按算暂时要甲放伫咧当地复行李，但是县府环保局甲里民协商，里民无愿意。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协助埔里镇公所处理粪扫，虽然有效解决问题，不过粪扫未赴外运消化。埔里镇公所希望先放伫复行李。等像个对遮的，若拢处理好了后，才甲遮的大包有个再倒落去，像个对遐。为了尊重民意，埔里镇公所嘛开说明会，希望了解里民的看法。温州不能设的，外宾买来遮，外宾来遮，敢若看到遐粪扫。 那么就无理之为。南投县政府盘点一下，在埔里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县府的地，然后是比较偏僻、比较郊区的。因为复行李已经是温泉观光区，南投县要是要赶紧来起焚化炉解决问题，那么未来可能政府要继续上脑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